豆，我哋大仔阿佑啊，清明節嚟睇你啊！轉眼間你又走咗10年咯，記得冇？舊年我嚟睇你嘅時候，嗌細佬做失業，好彩有你俾嘅失業金3000蚊一個月啊！捱下喺中國揾到工咯，而家仲有女朋友添，人品唔錯噶，希望你保佑佢哋早日拉埋天窗啦！至阿妹生咗個 BB 咯，係仔嚟噶，不磅重啊，好得意噶，好健康啊！講開個仔，而家阿妹講想揾啲學校啊，啲活動俾佢喎，人仔細細都未識行，我覺得啦，船到橋頭自然直啦。好似我個仔阿龍咁樣，啱啱喺英國讀書咯。好彩老豆你喺 Rockville 成立呢個聖托基金，等佢有機會讀書啊，唔係邊度講起啊？加上而家環境經濟又唔幾好。好啦，老豆，明年我帶埋孫仔嚟睇你啊！希望你保佑我哋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、順利利。